对，落山干嘛死的还有1个月。这有地带水呀，维持的这个东西就不一样。你看这个梨管理的多好。对呀。梨是味哈，味3年往上，那口感能相当多。不用，你当年就是吃10天就脱水浇花。7月里啊，我们给它加速了，因为计划今年启动完了，今年启动完，为7月里是6月8号。本来说是应该春天，要么要么今年秋天。这不6月8号完了以后也就做过来，然后一会儿咱们看看这个7月啊，你是起家的啊？啊，你这年这个什么？你用几年了？我用5年。你用5年了？啊，中国是的，相当好口感。啊，压个土石哈，土石当年。对。我今年叫他们去天5个土石做后边马上就立了是。你这个，土石，你说的那个土石啊。